讲潭子的新兴国小，当初咧去学校的时阵，因为经费无够，所以是用这种铁皮墙围啊，这恐惊是无够安全。学校是积极来争取经费，要来建造。台中市潭子区新兴国小校园的围墙啊，因为当初去学校的时经费无够，敢若去一部分的围墙啊尔，其他拢是校舍工程所留的各种围篱，和校方真烦恼校园的安全。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铁皮围篱啊，目前已经比较旧了，尤其是台风的时候在南侧，会跟社区民众住家有紧密结合的时候，会造成这个坍塌的危险。学校表示讲，新教室启用到即马已经12年啊，即马西边、南边甲部分东边，敢若架种围篱尔，有528公尺长，今年阁因为风台倒过2摆，校园的安全出现问题，才会去找立委斗相共。就新建这个校园真正的围墙。教育部核定计划补助800万，希望讲起一个安全美观又阁有透视性的围墙啊，甲社区来做结合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